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，你们肩负了全世界最伟大的爱。等一下拿出来。好，来，请坐。我要考考你哦。你是很漂亮。8周产假和5天的陪产假，那父母短暂喘息，就可以重返职场。可以吗？好，然后我们是大哥哥。甜不甜？新手爸妈摆烂在工作育儿两端，虽然甜蜜也是煎熬。谢谢嘛，谢谢。居家托育可以适时减轻单亲家庭的负担。是冠宁。政府把关筛选合格居家托育人员，爸妈们更放心安心。这个是我的居家保姆登记册。政府认证的居家托育人员就像是爸妈的另一双手。有时觉得我们很像宝宝他们的第二个爸爸妈妈。刷刷牙，刷刷新月的好吃的哈密瓜，那是什么？他很喜欢照相，真的哦。我们一起来照相吧。对，一起来照相。县政府定期来访查，父母更安心。用爱陪伴您的宝贝，把小孩交给放心的人。